上有精神的探险队，你是对倒位来？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家人强队。哦，家人的强龙队哦。啊，恁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友军。友军，嘿。大家好，我是日语。大家好，我是基燕。大家好，我是伊铁。哦，伊铁，哎呦，来算一下，算一下哦。要算什么游戏啊？今仔日来到这，唔是要提宝藏尔，还佫有陪阮算肉球，好无？肉球能算无？有算过无？我甲你讲，阮遮多欠哦，4个小朋友。好，来。我甲你讲哦，最简单的，只要互球牵到，你就出局，知影无？知。来，准备哦，给，来，喂，哎呦，哇，啊，这个，来，牵到卡，来，看过来啦，看过来，哎，慢走，哎呦，你这扛就是牵落嘞，无，你算肉球啊，你切你的条啊，来，球牵落来，兴奋啊球！哎呦，来，哎，白台，哎，探险队员，我想到一个最好耍的游戏啊，什么游戏？什么游戏？就是哦。对顶悬跳落来，哦，这游戏一定最好耍的，刺激！这刺激的，要试看卖啊！叫伊跳来好不？好。阿哥姐，你先跳，你跳落来，互阮看卖，敢有好耍？来，跳来，给。我才无爱，这危险着。袂哪会危险？你若是无跳，你是无打，叫我打，无打。我才袂无打嘞。你跳落来啊！来。你若是无打，我甲你讲，你就跳落来。我跳。好，你要跳，来，咱做伙算1、2、3，好，跳到算到3你就跳了。来，小朋友，等下咱要来摕宝藏。做伙话，跳落来。等啊，小姐，你哪里飞这么高？小朋友啊，你想怎？因为可以跳落来。你讲，因叫伊跳落来。对。你讲，嘿啦，准着叫伊跳落来。无，我是想讲这个游戏敢若袂歹耍，还是叫伊试看嘛，伊先跳落来，互阮看嘛，对不对？你是嘛做伙看甲足欢喜的？等者，袂用的，足危险嘛！小静，你先落来，我冇讲啦，我今仔日一定要跳落来，无伊会讲我无打。对啦，莫惊我用跳较紧啦。袂用的啦，你若是脚骨受伤脆，我是要安怎？你先落来啦。先来。奇怪，跳来算钱啊，要紧。毋是啦，小朋友，我请问一下。拄则你是做伙耍游戏是无？是，啊你拄则敢有做伙站下，做伙然后叫伊跳落来？迄个，伊上大声，伊上大声。我甲你讲，安尼是唔对的，恁两个真正是教歹囡仔大细。对，派对带头就是你。是啊，恁两个拢共款啦。我甲你讲，你用这种口势、踢球、家的方式叫伊跳落来，若是伊真正脆，我是要安怎啦？小姐，我甲你讲，以后若是拄到这情形吼，你要较坚定、较勇敢，甲伊讲，我是毋是有勇敢？无需要用这件代志甲你证明。你即摆甲伊讲，哈，我是不是有勇敢吼？无需要用跳来证明啊！跳无？我都讲笑的尔，这种什么好听？你若是认真，你就输。跳啊！认真就输，我捌听过无？毋是啦，你即摆讲的讲是人话啊！你伫边仔看落咧，啊，有小朋友你伫边仔看落咧，啊，搁伫遐讲一寡有诶无诶，无甲伊主动，你嘛算是加害者，这叫做霸凌。霸凌？对，我甲你讲吼，唔管啥物心态，安尼拢互感觉无爽快。我即马都用霸凌的方式，嘛甲你照顾一下。小朋友，咱即马做伙摕宝藏，做伙讲，伊若是无摕宝藏，伊就是无打。阮阵你哦，足慷慨的啦。真正你画起来听过，敢若无啥爽快。会去用刺激到。刺激到。好啦。
歹势，哇，摆袂过这种霸凌的方式。哎，真的。我感觉安尼真正是做唔对的。哎，好啦，啊对，为着要平心啊，哦平心好，为着要表达我的抱歉，道歉。道歉。我互你来提报上。好，好，啊你真正准备好啊？好啊。好来，黄小姐拍势，好，平心啊，我来哦玩用你。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台语上练档，脸仔顶的两个人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作答的人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包落来进前看有着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大片。若惊险，就赶紧落来休困，我保证恁就摕袂走啊！哇，家人来，小朋友，恁厝的离海偌近？走路会到无？对，走路袂到？对，足远的啊！就好啊。啊，恁敢有介意去海边啊？耍水啊？我唔介意。你无介意？为什么？收落啊？啊是回收落，伊讲收落。我最爱去海边，啊，你海边拢创啥？海边会使游水，烧水。啊有足济鱼啊。哎我知，因遐就是有一个叫和平岛，和平岛的所在。啊，你拢家己冲落去掠鱼啊起来食？无拢看尔。收难啊啦。你嘛最认真会答我的。啊，恁家己有介意食海产？你讲两项海产，听看卖。系啊，哦，系啊。哎。啊，我会做啥？你蛤蟆，蛤蟆。蛤蟆。蛤蟆。哦，蛤蟆。蛤蟆。好啦，啊，即款就是恁台语能力还袂歹，啊，敢会晓讲，啊，知影去安怎听，啊，甲答案讲出来，尽量哦。来哦，安怎摕到大片？3题1块大片，6题2块大片，来哦，现在噶。来，开始。几个字？两个字，啥物色的？青色的，是一种啥物？一种糖，一种糖，哎，糖还是动物？糖是糖，糖，伊会跳，一种糖青色的，草莓啊，草莓啊，两个字。草莓，草草稿，好，几个字？哎呦两个字，bonus 来了，bonus，这条掉哦。这个掉给1块大片几个字？ ，no 色，两个字，诶，是一个物件，唔是物件。物件有可能是一句的意思啦。哎，两个字哦，不是物件。无这简单啦。有人要回去，那有人要回去，你爱甲伊讲一个。有人要回去，你爱甲伊讲两个字哦，两个字哦，是用再会，不是，另外一种，另外一种，再会另外一种。还是要 pass？喜乐平安。有人要回去，要讲啥？等去要讲啥？再你爱会。甲祝福，你个祝福。祝福两个字。祝福。啊，跟阿公。怕死。拍死没讲细声啦，拍死就来，叫几个字？三个字，一种水果，粉红啊色啊，的。讲到水果啊，讲到水啊，水，来，哈哈。啊，哎呀，安尼啦，草稿要了真好，哦，迄个讲甲答拢表现了真好。顺啊，不行过，这个顺行做伙念一个顺行。 bonus，除了要走的时阵通通讲，佮有啥物时阵？哦，佮有用啥物话，互因来要看觅啊？这两字，家己拆开啊。家己拆开。嘿啊。对。边爱什么？一路啥物风？一路顺风。对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字。啊，第二个字，吉用跳的吉利要用啥物？行。行。对。哦，所以顺。哦，安尼敢袂用诶？会用的。哦，拆开。家己拆开，这变是后摆你要摇的是种方式。啊，你第一个水袂倒就水，甲水讲出来。无说你讲水果，小蚂蚁，啊，水果我你若讲果子，就袂无问题啊。啊你若讲果子，你就知影。啊，果子水袂倒，我通安怎讲？果子，有毛，对无？啊，佮有啥？佮讲一个落啊。足甜的，做甜，就甜水。做是果子吧？不是。你看有籽，对有籽，有籽，有籽，大粒籽。大粒。好啦，来看觅啊，真正就歹势，一题无半块大片啊！哇，啊，你是要安怎办？电我较加油的。哦。啊，袂歹这种真是唔对。对。来哦，
准备接招，现在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哎呦，囡仔兄囡仔姊，要来耍图咯。恁别开始，千万唔通紧张。我想讲你看，你讲好好看，讲这幅图安怎耍？你大概知影迄个耍的位置安怎行的哦？拢知影？知影。哎呦，这里啊，毋过吼，这个文某是爱好好甲读出来哦。因为你毋是可能干那读一届尔，是爱几礼拜。因为你刷来刷去会一直拄着。对，一直拄着，定定拄着。安怎摕到大片？来，4分一块大片，8分全部完成就是2块大片。一个就1分。第二关对啊，来哦，现在卡，哎，来开始小刷问。题，哎，紧哦紧哦。好，好来，哎呦，安尼呦，叫水哦。讲要安怎耍？这里是盐，好啦，盐 I A N 盐盐水，啊，盐水，盐水对。哦，这个动作较紧的哦你刷到一个，哦，哦，夯，港湾的你，刚人对，哦，这个有一个吼，好，来，你刷下骹未？好来，来搬港湾，什么？搬灌水，搬你会当讲啊？对，哎，小朋友有哪较紧讲啊？我来这所在哦，今日要刷到一个，过去吼，来，哦，来，来富港湾的你，巴肚，富不是富阿母，母对。好来，啊，这个。无唔对，恁就一直往迄个音去想，一直去想，一直去想，一直去读，迄字就走出来好啊！来，胜，心生，哎呀，水，好，那亲像敢若一个人咧耍咧，哎呀，较大声哦，较大声。敢若伊摕你讲尔，其他小朋友通啊做伙读。来，来 ，U A W W U E W 讲话，讲话对。来，好，即摆剩1分半，1分半。来，这边弄刷。哦，有刷嘿。新港湾的你，爱心，唔是，迄无共，迄合水甲无合水。对。音啊，当音啊，音啊，新音啊，音调，来给。快点，来，这边哎弄刷。过去。好，还没时间，给。夯吧呛，夯吧，对，嗨，来，夯吧cham夯。伊当起哩过去落去，拢会当看你要安怎。我不是，袂当接管你讲。搬，安尼，咱们较来算，咱先对搬开始。头先有讲几个字去啊？佫有啥物字？碗，生碗，嘿，对，生生碗的话，哦，碗。生话，新好啊，新有啊。音，音，嘿，对音。音有啥物事？新就是音，头先有讲到音啊。因为对，因为的音，对。嘿，变对，变有啥物？这是啥物？嘿，变对变啊，伊有甲音读出来嘿，噻。变对，变你有讲对就好啊。好啦，继续加油。安尼算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5分，一块大片，来，卡地。好来，啊，你去摕一个蛋。阮大比了，大声讲出来，你算啥？什么？一你下，来打起你。哦，来，拜托的，借问一下，咱即摆是第几关？第二关，是第二。第2关啊！这是咱有想起来。2关一块大片，然后一关，我问恁者，要安怎办？爱搁较加油，爱做卡卡。真袂好。歹。其他的同学嘛要加油，毋是干那伊特加油尔，知无？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加！
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看转去因厝的，另外两位就会当看题目做句，伫网啊夹起来进前，看你会当完成几题。要摕宝藏，绝对毋是戆人想的遐尔简单。哎呀，无真是一块大片尔呢。对，我讲这关哦，恁就是爱尽量拼。虽然起头分数摕了无介水，啊，毋过这关两题甲摕落好唔好？好。展现恁的决心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毋过真正无遮简爱单。加油啦！你阿米啊，就歹挂等。对，迄阿米啊，阿比亚上困难啊。来，安怎摕大片？好，两题一块大片，三题拢过，才有两题哦。哇哦，啊，动物要选题嘛是真重要，看要先赶倒一个动物登去。把握时间。来，请就位，准备接招，听那个。开始，嘿嘿，来，一个一个看，一个一个看。继续。继续挂，继续挂，好，好，这个这所在，上海看哈，就会当抓较悬的才跳会入去哦。第一门卡卡就出来哦。这中秋节多过呢，所以大家拢做下行嘛。这个航班零零开始啊。小朋友，两个小朋友来跳。题目。游戏。第一门卡卡就出来哦。这中秋节多过呢，所以大家拢做下行嘛。这个航班零零开始啊。小朋友，两个小朋友来跳。题目。游戏。我昨昏要是困无饱。哦，对，好，尽量讲哦，想到就紧讲。哎，强哦，水哦。可以，好，袂使甲阮拍着哦。来。安我啊，要入去啊袂？哎呀，啦，紧的啦。把握时间我要做哦。久啊。哎啦，我就是要做久的，一天袂动你啊啦。好，这个所在，无做久啊，规身光都上的。哎，较紧的，门口口较紧的，门口口通常爱烫鞋啊，爱烫护膜，烫安全帽啊。啊，搁有咧，我连门卡卡搁放要食的物件。搁放净水。静静的才等去厝的。咱先去。啊，搁三角你去一样，，你去。在门卡卡。阿袂入去哦，阿袂入去。来听讲。算盘较轻，伊伫咧食算盘的时阵看到轻轻，啊水。哎呦，这个道具我有介意，得算盘，得算盘，这手也就管哦。飞起来看呢。到轻，好，这个所在，哎，莫赶唔到厝淡薄哦。远哦。对。个人有个人的厝。哎，较好去，较好去。哎呦哎呦，哎呦，伊知影美角哦。人就讨厌的。两个人来过来，无紧。好，人没菜，手也较悬的哦。阿辉啊，听人。哎呦，伊就是这边。这个，哇，伊就是爱用好啊。来没？来，小朋友来吃。厉害，就是什么？就是知影你行较慢，才叫你先行。哎呀，水！都有时间哦。袂歹呢，3题呢。真正的，就亲像咱一开始起头讲，对啊。有看到因的决心。对。来，你给你发一下，厉害，袂歹。袂歹，这就是好的。这种精神啊，虽然一开始分数无摕到，啊，毋过咱爱拼甲同尾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哦，安尼较有运动家的精神。枵死，枵死。是迄个枵死不是枵死哦。对。安怎？枵死安怎？我已经有读册啊，要是无考好。啊，哦，哎，这老实嘞哦，就是安怎，这安怎？我就是无读册，才会考无好。啊，跟考试有关系，拢讲甲考试有关系。对。心情就啊，有歹。人迄落，咱换一下心情，莫去讲考试啊。就是因为有风台，嘿，对，就是因啊为风台。我爱食的蚵仔面线才会无食到。哈？哎呦，会用的啊，就是无开啊，风台无开啊。你讲我对吧？我就是因为风台。我食袂落雨呢。
为什么伊食袂好咯？我是讲红加太在落哦，雨，太在咯。结果伊这是讲个生一蚵仔面刷出来，真特别。厉害厉害，这就是因生活家己的对，那个语言呐。来看下三地两地大片来香贝地推，快向，当然也来，现在对一好，现在供出来了。主角主角表现非常好诶，等一下，妈祖妈祖啊，搁一个，刷杯啊，水来啊大！霹雳。哦，一天厉害。好，好，哦，来，哦，小朋友来加，好，花红水眼啊！袂歹啦，最后是互恁摕到三地大片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咧，现来甲。放雨较轻松诶，虽然三地尔，机会嘛是得要到一半啦，嘛是有可能嘛是有的。可能啦。淡薄懵懵标标。伫咧恁的心内，恁感觉可能摕得到无？可怜，别跟你威风。对啊，真正。有信心啊就敢若伊摕有这个信心尔。对头到尾，到即马要背这个宝藏，嘛是敢若你有信心尔。不要紧，恁所有人的力量小结合者。对，啊，你敢有想要刷位？还是就照安尼？还是叫加呢，小呢，照安尼啊，有。手甲扛起。三地真正就难嘞，爱背超过1空才有准算哦。哎呀对，伊摕讲较大力的，无毋对就是较大力的，运命就交互伊啊，请背。我一空，过啊！歹势，啊，搁较大啦，弟弟俩，下一叔叔啊！来，搁你只，看你安尼三地大片，已经背到这，搁差一叔啊，就要掉啊！马吉，金金扣扣，金扣扣送互恁，来Coco，来，多谢。这是阮非常了不起，嗯，特别定做的无理的金扣扣来卡头前上。对，袂歹，虽然无摕到宝藏啦，啊，毋过我紧啊，你已经真拼，拼到第三关摕到两块大片，我感觉嘛是对恁足敬佩。一个鼓励，啊，你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就欢喜，欢喜啊，赞。啊，你咧？就欢喜。除了欢喜，你应该有足侪心内话要讲。有哦，感觉有，就是欢喜尔。哎，后摆佫想要来参加无？有，哎呀，多谢，又滚你咧。个欢喜个好胜。欢喜高好胜，哎呦，你是咧做句。欢喜高好胜，嘿，啊，其他你咧？欢喜。好，多谢恁啊，啊，继续讲台语好唔好？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想。